中国的12生肖当中，属猪的人最有福气，迎接猪年的到来，很多爸爸妈妈都希望为家中添个猪宝宝。就连结婚多年至今尚未做人成功的林依晨，也在媒体公开自己想要有个猪宝宝的计划。中医师张若伟表示，女性的生理活动是有周期性的，这个周期从21天到35天不等，一般约在28天左右，包括月经来潮、卵泡期、排卵期和黄体期4个阶段，其中只有排卵期这个阶段才能够顺利受孕。因此，根据预产期的推算，若想要抓住猪年尾巴，定做一个猪宝宝，最晚要在今年4月中旬左右受孕成功，才能生出猪宝宝。既然排卵期是受孕的关键，那么该如何掌握这个重要时期？其实可以从身体的4个征兆自我察觉。第一个是像蛋清黏黏稠稠的分泌物会增加，第二个是排卵痛。痛的部位可能在左下腹或右下腹卵巢部位，第三个是有些人会有轻微出血的状况，第四个则是对异性的好感度会提升。但这些生理上的自我反应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察觉，因此有人会利用测基础体温或透过排卵试纸来判断是否为排卵期。不过，基础体温的每天固定时间量测便利性不高，排卵试纸的精准度则会因环境、保存方式而有所误差。张若伟进一步说明，除了女性要掌握排卵期之外，男性的精虫数量是另一个关键。由于现代人工作压力大，生活忙碌紧凑，根据统计，男性精虫数量的及格标准从过去的1 cc 的精液中有6000万只精虫，到现在已下降到1500万只。因此，在精虫数量逐渐稀少的状况下，若能精准搭配女性的排卵期，就能让每颗子弹不虚发，而且能百发百中，提高受孕的几率。随着科技日新月异，检测排卵期也有新方法。新式的排卵检测系统为时下最流行的穿戴式科技，透过简单的尿液测试，搭配智慧型手机的镜头和专属的 App， 让新颖的科技做出精准的判读，准确率可高达8、9成。并以低、高和最高3个标准来显示，摆脱肉眼观察的盲目猜测，马上可以知道目前的排卵状况。新式排卵检测系统搭配的 App 可统整月经、排卵周期等资讯，并提供一目了然、操作简单的界面。此外，还可依照输入的月经周期资讯和过去的排卵检测结果资料，经过精密的分析，计算出最佳黄金受孕期。张若伟建议，要做人成功并不难，在掌握了黄金排卵期之后，还可透过中药辅助来调整体质，加上养成固定的运动习惯，以及有均衡饮食、固定生活作息。当然，适度释放压力也很重要，只要男女双方都准备好，猪宝宝自然就会来报到了。